后来甲镜头锁定来台湾，嘉义东石的港口宫今年是第16年，伫过年来举办拔杯比赛。为初1到初5，5天内拔出上侪寿杯，会当得到一台84万的轿车，第2名是60万的轿车。今年摕到头奖的是拔出到13个寿杯，有够痛，直接就甲这车驶转去咯。 人想到这大人囡仔拢来挑战排队咧拔杯，就是享受这台大奖80几万的汽车。拔杯前爱先添油香，将会初1到初5，嘉义县东石港口宫看什么人拔上济杯，就使赢这个大奖。上欢喜的人就是伊，连续来2年啊，今年拔13杯，专讲打扮了真喜气，来驶这台价值84万的轿车。 梦到什么？一个老阿伯，我来拜拜的时候，一个老阿伯跟我说你很有福气。对。所以就这次就真的跟你保中了。对啊。第2名得主是包小姐，连续来3年啊，诚心甲妈祖祈求，这摆总算如愿，拔到60万的汽车。本来无轿车是吧？哦，所以你有甲妈祖安那讲？嘿。 嘉义这间庙连续16年举办拔杯赢大奖活动，当年拢有真侪信众来参加。过年期间，不少乡亲唔拿到庙来祈福，更加想要来试手气，为新年拔一个好头彩。